我摕到3万块的秘密。现基金呢？那是3万块，哎，是啥秘密啦？你莫甲别人讲哦。好，吼，你若甲别人讲，我就无要甲你讲啊。好，这个。哼，莫讲，我知影。拜一拜是暗时8点，3万块，我要改名来报名。咱看题目是啥？哈，发兰西水食一点气，这句俗谚是咧讲做人爱有志气。请问发兰西水是啥物？因为有气。哦，这法兰西法兰西 Friends 嘿嘿嘿，法国来的水水 cider 啊，所以应该是西吸西哦，汽水，汽水，气水。确定吗？是。汽水吗？汽水麦仔酒是要食热天啊，麦仔酒就麦仔酒啊。啊，食一点气，买啊酒嘛有气啊。刚有哎，小说家你较想要有研究，系啊，应该是也去水啦，有时候俗转汽水，所以讲你拢感觉是气汽水，气水哈。是汽水吗？你确定？是确定确定是汽水？汽水，好，来，咱来看，汽水其实我唔知对唔对？较细嘞，我今日地板会破啦嘿。我这应该还有千外级要做。爱稳定。好来，咱看一下阮数。观音上就得了1万块，1万块啊！1万块1万。来，老师，咱解释一下。法兰西水是。嘿，就是迄伫个1885到1885年，家人为了西亚反，西亚反就是迄个清国甲法国的战争啦，啊，伫迄个时阵战争期间，结果法国人甲迄个苏打的汽水卖互家人人啦，嘿，啊，所以开始有咧啉即种有气泡、有空气泡的即款汽水安尼，嘿，啊，所以就是即个原来原由是安尼来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原来伊念法就真好听，好，我来食水，我来食水。